若讲阮妈妈吼，其实足简单的啊。安怎讲简单你也毋知啊？伊伫厝内吼，伊是一个足标准的母亲。我要甲你买迄9切片的，买30块。伊灶骹同菜卖煮。感谢你啊！伊无咧做的时阵，伊落舞台，陪你去菜市仔行，菜市仔啥人问，哦，这乌巴汤做伙，伊就是平凡的查某人。只有钱啦吼，有钱我逐工甲你买。但是有一天，伊若伫舞台顶，伊就是总司令。细汉时阵看阮阿嬷吼伫舞台顶啊，敢玩水共款。哦，伊真厉害，咱指挥真场啊，啊，后场的会遮师傅安尼。伊伫舞台顶哦，内面我遐阿伯啦，我遐阿叔啦吼，拢爱听伊的话，伊就是一个总指挥。咱江苏委呢，伊会变做咱的人间国宝。上重要就是，咱的搬布袋戏的师傅内底呢，大部分拢是查甫的。大情做价钱。查某的师傅来搬布袋戏呢，非常的少，还阁有法度演的呢。江苏委呢，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。我细汉的时阵对阿嬷的印象差不多拢共款，阿嬷就是阿嬷，所以说我是感觉一般的阿嬷拢会烦恼讲，伊的囝儿是说有食无，好用的物件有用到无，好佚佗的所在有去过无。其实我感觉世界阿嬷拢共款，阮兜的即个阿嬷，伊较甲人无共款，是伊会晓搬布袋。这道虾啊，即摆平时我有诶，我2、6斤大了，我都常常讲。都爱吃啊！查囝当时啊无丢，点转，转孙仔来，必须暗时落到11、12点。伊就安尼啊，较早做囡仔时阵，常咧甲人讲啊，讲做囡仔伊就要爱食无得食啊。即摆生活有较正常啊。伊就感觉讲哦，伊若买物件，感觉都买互伊囝儿孙，家己食好较饱咧啊。阮反正住伫楼骹，你看拢看会到啊。有当时伊若饭煮熟吼。敲门看讲，我伫楼骹就发咧，讲家仔啊，我起来食饭啊。就是变惯势啦。顶地当啊，你就人地当；当地当啊，你就人地当。布袋对看咱以前所有的布袋戏，拢是以查甫人的观念来做发展的。假是讲阿嬷，伊较特殊是讲，因为伊所有的发展拢是对家庭出来。迄个风水若做得真着热，囝儿孙啊免谈都有通食。因为伊接触的就是伊的大兄啦、伊的小弟啦、伊的老爸啦、伊的侄啊啦、伊的伯啊啦。外口讲查某人袂使坐戏箱啦，有诶拢查某人袂使请红啊，查某人袂使创啥。为人师表哦。遐个问题对伊来讲，变成毋是阻碍，因为伊无啥物禁忌，啥物拢会使做。性其点开在啊！我若作讲的上对啦。我查某的吼，会路无去，行伫查甫路来，讲我爱做查甫人工，做咧就全都黏条咧啊！咱参阮遮囝嘛黏落啊，孙嘛黏落啊，后摆第4代嘛不黏。对安对。这个牙签啊吼，穿落牙签啊，你个面仔甲伊共款笑，安牙牙才会水。一个圆啦，阮若做出名，甲讲了足道理。讲我少年坎坎坷坷啦，外歹拄外歹，毋捌看到即款命安尼啦。毋过我若食愈老，会愈好。今年伊都91岁啊，91岁啦，阮了隔壁咧100岁啊。心中梦，心的迄一家。下一代的希望，传落每一代。家的老先的，大家。